这摆需要请来台南跨年演唱的韩国团体 EPES， 因卖力的表演，都来互国内观众不管看还是听，拢相当入迷。更难得的是，因登去韩国以后所制作出来台南特别专辑，除了演唱以外，因去安平大约祝福甲神农街等影片，拢登上韩国 SBS 电视台放送。其中伫 Twitter 在点钟内就吸引22000人观看，等是替台南行销，互台南再次登上国际版面。伫影片尾声 ，EPS 成员嘛讲着因会当伫台南遮尔大的舞台，甲大家过年是真大荣幸。2023年新的一冬，嘛会替台南祝福。其中有位听者表示，真欢喜因对台南有遮尔好的印象，期待因后一摆会当过来，找到更较侪台南的美好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